宫门还是紧闭不开，薛家的旧部欲灭新军。听闻妙将军跟王世杰带着新军的精锐部队已离开皇宫，瑞王府也被包围了。太后命人捉拿我。这又是为何？太后说我将大皇子误诊为颠疾，意图不轨。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件事我以后跟你解释清楚。现在最大的问题是，我们怎样才能进宫？无双，你确定妙明湖能找到这里跟我们会合吗？我曾与我大哥来过这儿，他应该能找得到。依我看，三哥未必是真的出事，这很有可能是太后布下的局，想要引我们入陷阱。以我如今的能力，可以独闯皇宫，杀他们个片甲不留。不行，既是陷阱，我们就更要智取。无论是真是假，如今宫里皆已被太后控制，若是我们稍有差池，便成了千秋万代的逆贼。萧公子，萧公子，不好了，萧公子，外面有一个老头闹事儿，说定要进来见你。会是谁？他说他认识你。让他进来。好。老铁，就是这个老头。老铁早就看出萧公子绝非等闲之辈。我一直跟着二位，并非有其他企图，只是想保护二位的周全。看来一切都瞒不过老伯。你是我与无双的救命恩人，自然值得信任。若是在下能够为二位尽绵薄之力，荣幸之至。有你相助，我们又多了一分胜算。依我看来，当务之急，需尽快与妙明湖会合，一同杀进宫去。倘若三哥真的未死，每多耽搁一分，他便多一分危险。我有个办法，可以让太后将宫门打开。无双，你该不会是想告诉我，你想以身为饵，自投罗网？太后要对付的人是你跟我，你是皇上的期望，绝不可有危险。我去最合适。你这样进去，所有人都会怀疑你。还是我将你押进去吧。太后已下令捉拿你，若我们两个一同出现的话，会更惹人怀疑。那若是有个打铁的老伯说是在山崖下发现了你，知你身份后便去宫门请赏，如此这般，侍卫定会打开宫门，将你送给太后。打开宫门的一刻，便是你们冲进去的最好时机。我跟你一道去。我不行，你要留下来，跟大哥接应配合。此事还是由我去做，最为妥当。我一介布衣，蓝谷无人相识，且还能保证无双姑娘的周全。可是此去危险。我已老朽矣，不过苟活人世，难得舍命陪君子。妙将军，哥，大人，你请用膳。慢！今日怎么不是太医署的小药童秦渊给我送饭？小的不知。滚！太后驾到！这是为何事？薛将军发如此大的脾气？皇上驾崩，这丧钟声传遍了宫中，老夫这是兴奋，时而不知其味。正静候太后銮驾，恭喜太后得偿所愿。
这个结局也是皇上逼哀家的。哀家已默许你儿薛弼消灭新军，你薛家再兴亦指日可待。薛将军答应哀家的事，若出尔反尔的话，哀家定让你流放的家眷生不如死。若太后下此毒手，岂不是亲手杀死了云乐公主的同胞兄长啊？什么？小儿薛辉，乃是太后的亲生儿子。哎，走，没看见这宫门锁了吗？啊，守门的小哥，老铁匠有一事相禀报。老夫车上载的是聂昭仪。你说什么？聂昭仪。啊，果然是聂昭仪。德妃娘娘，宫门外有一打铁的老头带着聂昭仪来领奖赏。聂昭仪未死，那瑞王呢？没看见，只是太后未在上元宫，如今不知是否该开宫门。皇后娘娘被禁足，林公公他们正在前往关雎宫的路上，想请示德妃娘娘与淑妃娘娘。太后命大队御林军守在宫门口，便是恐有人会硬闯。开宫门，将聂无双还有打铁的老头都放进来。诺。德妃娘娘有令，放这位老者与聂昭仪进宫，打开宫门。众将士，跟我来！上！快！哀家记得，哀家当年怀皇嗣之时，薛家夫人是有孕在身。不错，两个孩子先后出生，生辰相差不过10日。当年先帝为保三皇子萧凤鸣与继美人之子萧凤清的安全，恐太后日后扶植自己的皇儿上位，引致手足之争，便令微臣将太后所生的皇子送到了东林寺，弃之门外。什么？太后有恩于我薛家，老夫又怎忍心舍得令太后所生的皇子流落寺中？这皇子自然是留在身边才最安全，故此老夫便忍痛将自己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送到了东林寺，换回了太后所生的皇子，并将他留在身边抚养，起名薛辉。如今薛辉也与老夫的家眷一道，被流放到了岭南。你为何不早早告知哀家？老夫为了保全何家的性命，总得留条后路啊。哀家为何要信你？当年皇子身边
还留有先皇的一封无字信。老夫便嘱咐薛徽，让他随时保管在身边。如今这封信也在岭南。传哀家懿旨，即日赦免薛徽，并派人护送回京。诺。薛明义，哀家就再信你一次。报，禀报太后，情况有变，聂昭仪反攻，瑞王与妙明湖带着一队新军冲进了宫门，宫门已打开，未能进宫的臣子纷纷回朝。好，终于回来了。哀家就等着你们回来为皇上奔丧呢。乱臣贼子！哀哉我大兰，不幸泰山崩裂，百川同悲。皇上刚驾崩，你们便兵戎相见，祸乱朝纲。把兵器都给哀家放下！谁是乱臣贼子？皇陵祭祖、毒香之举是谁布下的？为何所有人的毒都解了，唯独皇上的毒未解？皇陵中伏一事，乃是离国刺客所为，你娘季柔桑也在嫌疑之列。孤念皇上龙玉并天，等哀家查清楚之后，再找你算账。敢问太后，大兰国事谁来主持？一国不可无君，一朝不可无主。先帝在世之时，并未留下遗愿，依照祖制，扶嫡长皇子萧子衍入继大统。皇子年幼，心智尚且稚嫩，臣恳请太后监国，一力辅佐新帝执政。敢问太后，前些时日便将大皇子强留上元宫，如今让他继位，你真是深谋远虑啊！王丞相，你是在质疑太后对兰国的忠心吗？许环山，你休要胡言妄语！大皇子年幼，并非皇位最佳人选。其宫中几位娘娘的子嗣尚未诞育，于情于理，这皇位的继承者皆应在成年王爷之中产生。那王丞相觉得谁合适呢？自然是瑞王萧凤卿，比大皇子更为适合。御林军何在？臣在。薛弼，哀家即刻封你为左京护卫将军，效忠新帝。凡有心存不轨者，格杀勿论。臣誓死效忠太后。薛弼，哼，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你的父亲薛明义贪赃枉法，生的儿子见利忘义，奸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王僧辩，你御前失仪，辱没先帝，轻贱新君。来人呐，将王僧辩立刻拿下。谁敢？皇上手谕在此，手谕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一旦皇上有性命之忧，入继大统者，非瑞王莫属。瑞王真是命大胆大，身边有皇上最宠爱的聂昭仪相伴而归，还敢伪造圣旨夺位？伪造！拿水来！诸位请看。许环山，在，还不将遗诏送往大理寺去验证？诺。
等等，王世杰，在保护仪仗。诺。妙明湖，你一个离国的叛将，皇上怎会将遗诏传给你？你假传圣旨，散播谣言，你该当何罪？太后政变失败，恼羞成怒。新军3万人马已将皇宫团团包围，只进不出。违抗圣令者，视同谋反，诛灭九族。老妖婆，你用卑鄙的手段害死皇兄，企图谋权篡位，是该跟你一笔一笔的算清楚。你竟敢污蔑哀家！若拿不出证据，哀家就将你推出去斩了。清源，证据在此，证据在此。你不是东林寺那和尚吗？好大的胆子！越狱后竟敢偷偷潜回宫中。我并非潜进宫中的，我是太医署的药童。依哀家看，你是跟瑞王串通好伪造的。药童的职责是煎药，我察觉皇上的药与其他人的皆不同。什么？里面缺了2味解毒的草药，故众人的毒皆已驱除痊愈，唯独皇上却蔓延无府。皇陵主凶，与敢对皇上的药方动手脚之人，想必是同一个。太后，要不要猜猜看是谁？你以为你们一唱一和，能赖到哀家吗？皇上所服药物的全部药渣，皆在此处，一看便知。大胆清源！你早知药中有毒，为何不早说？我一开始就想说，但无奈我只是一个4等药童，说了也无人相信。薛弼，臣在。速速前往太医署，将陈太医捉拿归案。遵命。无双来迟了，无双来迟了，皇上。皇上，是无双辜负了皇上，皇上。顾郎，我不晓得你在讲什么，人人都管我叫老铁。若非我下令开城门，
你们能进得来吗？任他外面翻天覆地，我却只为能见你一面。这种玉石俱焚之事，你已经做过不止一次了。我问你，皇陵毒香之事是你相主王太后所为吗？是。我恨萧凤鸣。若是他爱我，我也许早已忘了你。就因如此，你便要害死一位人君。只有他死，只有聂无双跟杜若死，我才能保住我与你的孩子，我才有可能成为兰国的太后。我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这么做。在我有生之年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我就会来守护无双。你别傻了，他如今拥着一个死人在哭啊，他不会看你一眼的。这我并不介意。我守护无双，并非为了任何私心杂念。只要无双幸福，我甘愿为她而死。聂无双，我在外面对着一个活人流泪，即便你我的泪水都流干，我也不能令顾郎回头，你也不能令皇上复生。命运真是捉弄你我呀！太后，太后，好了，太后回来了，回来就禀太后，经大理寺验证，这遗诏确是皇上真迹。报！启禀太后，臣赶到太医属实，陈太医业已畏罪自杀，请太后恕臣办事不力之罪。不论陈太医是受何人指使，如今已是死无对证，这件事只能从长计议。朝中不可一日无君，请太后遵先帝遗诏，先立新君。先帝之子尚在，怎可立异母兄弟为君？即便有遗诏，也不能不按祖宗规矩行事。太后不想遵循遗诏，私心尽显。臣愿依先帝遗诏，用瑞王为帝。你们以为如此就可以逼哀家就范吗？你们竟不顾大兰血统纯正，想要立着异域贱人的儿子为帝。哀家如今就告诉你们，做梦！他没这个资格。瑞王若没有资格，那敢问谁才有资格？究竟谁是今后大兰的君王？等国葬之后再做定夺。届时，哀家定会让你们心服口服。
这个写的挺有意思，有空不妨看看啊。五弟啊，以后朕再也不用管这些了，桌上的奏折全都交给你了。三哥，你放心，五弟，五弟，你为何还愣在那儿？快来与朕对一局，朕还欠你一局呢。哼。我们来下棋吧。凤青来晚了。凤青来晚了。是你，你为何来此？我在这等你。等我有何事？我晓得，你定不会回瑞王府，你就没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有。我当然有。我想知晓，皇上为何会死？你身在太医署，不会没有发现。我如此信任你，自从你下落不明之后，我就再无资格踏进太医署一步。你呢？你跟他为何不能早些回来？若是你们早些回来，皇上或许不用冒这个险。你在说什么？你根本就是想一走了之，只是这个意外打破了你的美梦。你知我曾回来过。可你还是走了。我每次偷偷的进宫去见皇上
皇上他总是问我，有凤青的消息吗？凤青她回来过吗？你可以不顾我的感受，可是皇上，他是在遗诏里将皇位传给你的人。你不要再说了。昭仪节哀，这是国葬前后宫嫔妃穿的素服。昭仪出事后生死未卜，夏兰丝主情切，猝死了。她葬在哪儿了？是杜太医处理的，小的也不敢问。为何与我情同姐妹的人，最终都走不到尽头？打探到领着聂无双进宫的那个老铁匠身在何处了吗？听说瑞王本想将他留在宫中，赐一官半职，但被他拒绝了，现已只身离宫。彩烟，你相信这世上有不变的情谊吗？小烟，这是我家花园种的花，我摘给你的，真香。我们玩过家家吧？好呀，好呀。夫君，我给你上好菜了。太咸了，不过我会习惯的。到我了，到我了。夫君，再过几日你就要进京赶考了，一定要金榜题名哦。芊芊，我的夫君不需要进京赶考，皇兄会给他一个很大很大的官做，比如相国。不行的，小烟，娘说过不能偷懒走捷径的。我是公主，皇兄告诉我，只要我喜欢，怎样都行，所有人都会依我的心愿。我不依，你不依，我就拉你去午门斩了你。小烟，你太可怕了，我不跟你玩了。芊芊，你有我长得漂亮吗？我讨厌你，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你走。哼，你会后悔的。我才不会呢。芊芊，你一定会回来的。我从一数到10，你与其他大臣的孩子皆不同。你是真心对小烟的，我以后再也不乱发脾气了。小烟她并非是故意的，小烟也不会不想跟我玩。我从1数到20，我就会去找她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 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芊芊，18、19、20。
赵姨，吃点水果吧。小时候娘说过，梨不能分开吃，分开了便会分离。赵姨，聂昭仪，你醒了。来，你昨晚晕倒了，我便过来瞧瞧你。正好路上遇见了清源小师傅，他略懂医术，故而我便唤他一同来了。云乐，三哥走了，皇嫂将一切都告知我了。聂昭仪，你为何要背上这份罪责，让我错恨了你那么久？其实每个人都有付出，我这点不算什么。公主，答应我，不要怨恨皇后娘娘，她也是无奈之举。事到如今，我已然谁都不恨了。聂昭仪身体并无大碍，只是过度虚弱，伤心过度所致，休息一段便好。又拉了。聂昭仪，我有件事情想问你，我落在铁老伯家那个包袱，是否在你这儿？啊，那日你走得太急，铁老伯让我转交给你，你不提我差点忘了。果真？那太好了，我可以给我爹了。你爹？我已经与我爹薛明义相认了。皇上在重病时曾召见我，他知我思父心切，特意赐给我一张令牌，让我进出平南王府，孝敬他老人家。你是说，皇上赐予你出宫的令牌？嗯。那这个包裹，亦是薛将军要你来找的？正是。他虽做过很多错事，如今身陷囹圄，但他毕竟是我的亲爹。我每日为他做饭，陪他聊天，令他想到了天伦之乐。这薛明义刚丢了个儿子，又得了个儿子。云乐，你在说什么？啊，母后告诉我，说我的胞兄云安没死，马上便会回来了。他就是薛明义的二儿子薛辉。我很担心，我担心母后又会做出什么伤害五哥的事。你是说，薛辉是你的孪生兄长？嗯，我也是方才知晓的。小时候我最讨厌他了，老天真是捉弄我。多好，你们如今便要与亲人团聚了。等我一下，我去帮你拿包裹。明明清远是云乐的孪生兄，如何又冒出来一个兄长？难道说薛明义要偷龙转凤？这回可拿好了，不可再落于别处。放心吧，我定不会再落下了。聂昭仪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你自己定要多加小心。将此包裹交给薛明义以后，定要保护好自己。或许你会有性命之忧。这几日，父亲每日吃那和尚带来的青菜豆腐，
辛苦爹了。不装得像点怎么行？你近来频繁往这儿跑，太后没有发觉什么吧？太后最近为了遗诏的事，焦头烂额。她比我们更焦急，都是盼着薛辉回府。他还有几日才能回来？孩儿刚得到手下传书，辉帝一切皆好，正日夜兼程地往健康赶路。不出意外的话，3日之内，定能够平安到达。记住，在你弟弟跟太后相认之前，你一定要找个机会与他单独见一面。他天资不如你聪颖，你还要先跟他尽述详情啊。孩儿明白，定会将此事办得滴水不漏的。老夫为他们萧氏一族卖命了一辈子，最后却落了个镣铐加身。如今咱们只有孤注一掷，赌赢了，咱们薛家就尽享荣华富贵；赌输了，咱们就破釜沉舟。是以这3日之内，我们定要找到那包袱的证明。放心吧，这个清远定会帮我们找回来的。待事成之后，便除掉清远，这个皇子的秘密也就石沉大海了。这件事就交给孩儿处理。老太后就是机关算尽，也不会想到为我们薛家做了嫁衣。爹。啊，远儿回来了。这是你大哥薛弼。我见过，他扮过黑衣人，结果我好几回呢。叫大哥吧。大哥。爹要的东西你带来了吗？啊。师傅说他在寺外捡到我的时候，就只有这一个包袱。就是这个。爹，这信上为何无字啊？哦，爹今日有些乏了，你先回去吧，以后爹再跟你详细讲。走吧，二弟，大哥送你。走。爹。大哥，我方才误食了东西，我去那边方便一下。啊。记住，若将身上的包裹交给薛明义后，而招杀机，到时候你要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，最好无人可以找到你。然后你要找机会寻到云乐，那时候我们在金阁见面。你放那儿啊，窦太医，这送礼的人都把门槛给踩平了。知晓遗诏里是瑞王继承大统，一个个的皆来献殷勤，将这些都给我退回去。啊？哦。聂昭仪到。杜若，
参见聂昭仪。多礼了。我有些话想单独跟瑞王妃讲。杜若，先给聂昭仪奉茶。我来吧。请杜太医受过此茶。不敢当。无双今日来是有事相求。聂昭仪言重了。昭仪聪慧过人，哪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他人的帮忙？我却有一事相求，恳请杜太医将德妃所怀并非皇嗣一事昭告天下。我担心瑞王不肯登基，若大皇子跟云妃的皇嗣万一出什么意外，德妃得子继位登基，那么大兰变成了离国的天下了。此事若公诸天下，两国必定交战。聂昭仪同德妃娘娘之间的恩怨，宫中无人不晓。我不欲做你们报私仇的工具。是我跟德妃之间的私仇，还是我跟你之间的私仇？儿女情长，在天下危机面前，又算得了什么？我恨你，不仅仅是因瑞王，还有我爹的死。太后命杜太医下毒伤害瑞王，杜太医为保瑞王安全，代为一死。哼，谁会相信你？我爹死前为何要去翠华轩？他又为何会死在你的翠华轩？你今日要是不同我讲清楚，德妃的事，我会选择袖手旁观。杜若，此事我曾答应过你父亲，不告知任何人。我爹难不成相信你会多于自己的女儿吗？真是可笑。先帝重病时，曾嘱咐过你的父亲，若季美人再次出现，便让他除掉瑞王，以免伤及大兰。你父亲之所以来找我，只是想让我劝你跟瑞王离开宫中。他为了给太后一个交代，是以才代为一死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我也不愿意相信。可是如今，不是你我翻旧账之时，就算是无双恳请你，一切以大局为重。瑞王消失的这些日子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。你可以阻止自己去爱瑞王，可是你阻挡不了他爱你的心。若我阻止得了，你是否能答应我？揭穿德妃所怀并非皇嗣一事。皇上的国丧于3日后举行。不论我们在国事上有何分歧，但在家事上，我们定要同心协力，为皇上送最后一程。
瑞王暂管国事。瑞王，你对国丧一事还有何意见吗？一切听从太后安排。皇上的灵柩会在午时后放于龙吟殿，有法师诵经，陪伴皇上多年的林公公可以守在皇上龙体旁。其他守灵的由皇后去安排。多谢母后准臣妾为皇上安排后事。哀家也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，皇后10岁便跟了皇上，这夫妻情缘想必此刻已肝肠寸断。好了，还有一件大事，哀家想与瑞王和皇后商议。太后，请说。皇上国丧后，这后宫的嫔妃该如何安排？皇嫂有何看法？云妃与德妃有孕，便留在宫中，一切用度按照从前的惯例，其余无子嗣的，一律入祀，为先帝超度。谢皇后娘娘。淑妃虽无子嗣，但其父许环山为大兰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哀家也想在日后思念皇上之时，身边有个陪伴，就让淑妃留在宫中，所有的待遇跟以前一样。谢太后。诸位姐妹，还有谁对安排不满意的吗？聂昭仪，哀家早料到你会有异议。淑妃娘娘若要留在宫中陪母后聊天，那云乐思念皇帝哥哥时，也希望聂昭仪陪我倾诉。那聂昭仪也应该留在宫中。云乐说的言之有理。那如此说来，众妃皆应留在宫中了。若聂昭仪要送往寺中，那淑妃也应该一样。看看，这聂昭仪永远都有无风起浪的力量。无双罪过，无双欲为先帝殉葬，共葬皇陵，请太后与皇后娘娘恩准。不可！现在烙刑废除已久，先帝仁德，从不枉上性命。就算是昏庸如前朝的惠帝、哀帝，都从未用过活人陪葬。聂昭仪就应该与淑妃相同，留在宫中陪伴皇后及云乐公主。瑞王，你多虑了。未料到聂昭仪如此重情重义，既然出于自愿，何不顺应其意呢？难得聂昭仪对皇上情深，不能同生，但愿共葬。哀家很是欣慰，就封聂昭仪为妃，赐号莲。3日后，莲妃随皇上一同赴皇陵。谢太后恩典。国丧后，大家还要为大兰的国事政事筹谋。哀家也希望3日后，坐在这里的还是一家人。都退下吧。
瑞王妃，请留步。我走之前，有些话要当着德妃娘娘与瑞王妃的面讲。彩音，你先到外面候着吧。诺。聂无双，你这是什么阴谋？你是借此引顾青红出来吗？瑞王妃，我答应你的事情皆已做到了，也希望你可以履行承诺。3日后，我殉葬皇陵，你要告知瑞王，德妃在入兰国之前，便已怀有身孕。我答应你。瑞王生性冲动，我恳求你，不要让别人伤害德妃娘娘的孩子，因为这是淮南谢家唯一的血脉，必要保住。我会尽力的。聂无双，本宫的命运不用你来操控。你既已选择为皇上殉葬，又为何还要让瑞王以及顾青红心系于你？瑞王妃，你也是女人，你也有尊严，为何要依从于他？你我该联手对付他，才不枉为人。德妃，我觉得最没资格说此话的人就是你。皇上与宫中各人中的香毒，是谁在背后辅助太后？这个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。皇上驾崩，3日之后谁掌皇权还未分晓。到时候若是太后执政，她说的才是公理。你们2人别忘了，本宫未入兰宫，已贵为德妃。你们2人也不要太目中无人。德妃娘娘方才未听见吗？无双方才已被封为莲妃，你我如今是平起平坐。还有，瑞王若继承大统，我便为后。谁对谁说话要有分寸，谁的命又在谁的手里，这个还言之尚早。杜太医，药材皆已晒好了，书籍也都整理好了。哦，晓得了。这段时间你们多看书。过丧之前，太医署应无什么大事了。有一事，承恩要向杜太医汇报。那个患秦渊的新来的药童已失踪1日1夜了。那你可知他为何失踪？承恩不明白，为何秦渊得到皇上的令牌，每日给软禁的薛明义请麦送饭。不过昨日去送饭后，便再没回来过。派人找过他吗？去找过，薛大将军那边说未见过。也许是担心政变以后牵连自己，只是一个小药童罢了。所有的事情都放在国丧以后吧。诺。杜太医，你要的饭菜放下吧。死了。皇上，臣妇有意下策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瑞王妃但说无妨。臣妇的父亲年轻的时候研制了一种叫宁息散的药，此药药效极特殊，中毒浅的则可以以毒攻毒，中毒深的则有起死回生之效。但若2种毒混在一起，服药者便会周身痛苦不堪，甚至无生还之计吗？可是，若等毒素清了，再服下解药，或许还有醒过来的一线生机。你是说，
让朕孤注一掷。皇上，你是瑞王最敬重的皇兄，若是皇上出了什么意外，臣妇不知该如何面对瑞王。夏兰，夏兰，谁？杜太医莫怕，我是太医署的药童，我叫秦渊。夏兰她正在发高热，我医术不高，但她的脉象特别弱。难道她跟那小白兔一样？宫里人不都说，夏兰姑娘她业已死了吗？她不想嫁给那个老太监，示意躲起来。你千万不将她在此之事说出去啊！原来如此，你放心，从小师傅就教我，不要多管闲事的。我怎的看你如此面熟啊？你不是清源小和尚吗？正是小僧。你怎会在此地？从小师傅就不许我管其他人的闲事，也不许我将自己的事情随便告知他人。很好，我不曾见过你，你也不曾见过夏兰，我即刻去为夏兰配药，你看着她。姐姐好美啊！那以后夏兰做姐姐的小妹好吗？把我这个给你，从此以后便多一个人疼你了。莲妃娘娘，瑞王府的德顺公公方才来过，小的依娘娘的话，跟早前对妙统领同云妃娘娘一样，将她遣走了。你们忠心耿耿跟了我这么久，什么也未得到，这些拿去分给大家吧。娘娘，这些可都是你平时最喜欢的首饰啊！都是身外之物，很快就用不上了。娘娘心肠好，不该是如此的结局。大伙儿跟随娘娘，是前世修来的福分。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殿下，国丧之日必须格外的小心。微臣已与妙将军商议妥当，在通往皇陵的路上安置新军来坐镇。王丞相说的不错，必须做到万无一失。妙将军，盯紧御林军的一举一动。诺。殿下，微臣还有一事：国丧之日过后，群臣就要按照先帝的遗诏，拥瑞王为君。到时候，太后如何处置？不知殿下如何考虑呀？太后策划毒香事件，假传圣谕，罪本当诛。但念在她是皇上及云乐公主的亲娘，就让她寄居于皇上为她建造的慈安园中。若她不知悔改，便送往东林寺清修。
诺。都退下吧。诺。妙将军，请留步。殿下，德顺去翠华轩请过莲妃娘娘了，可是杨直说，莲妃娘娘病了，谁也不见。我知道了，先退下吧。诺。瑞王留我，可是为了芊芊的事。妙将军，他想要殉葬，白白牺牲自己的性命，你难道不想劝劝他吗？我今日一早便已去过了翠华轩，得到的答案与殿下的一样。芊芊从小就是这种外柔内刚的性格，她决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。还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的呢？殿下不也是曾在危难之际舍命救过芊芊吗？这不一样。倘若芊芊这么做是为了让你更好地坐稳这个皇位，你还会选择辜负她吗？我不想做什么君王，但你是皇上唯一的期望。瑞王，三哥离开后，我才发现，原来他要承担这么重的责任。瑞王，皇上能做到的，瑞王定也可以。你回太医署吧，我如今没心情说话。莲妃娘娘定是来叮嘱我，要好好做一个君主。要好好对待杜若，也好好的将你忘了，对吗？这世界有太多的东西比情爱更重要。你不能再这般少年心性，国家大事不可急躁，不可轻率，不可再当成儿戏。殉葬呢？生死也不是儿戏。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命运。你没有，你的命和我息息相关。没有你在的地方，我也不想留下。凤青，你忘了你娘的心愿了吗？只有你带着天雷神石回到你的国度，才可令那里的冰川变为绿洲。我娘已然放弃我了，三哥他也舍弃我，还有你。你也想要用殉葬来摆脱我？我有这么讨厌吗？不要离开我！
我们一同走，我们去找一个属于我们的地方，一起看日出日落，一起看青山大海，一起回家。我们还可以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，好不好？可是如今，唯有你才能保住兰国的皇位。你不能辜负你三哥。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们做错了什么？就算我们做错了，三哥也已经死了。你宁可去追随死去的三哥，你也不愿意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你就去成就你的伟大吧。哇，臭小子，见到师傅还不行礼！师傅，徒儿知错了。你看啊，到处惹是生非。本来说好除夕回来，初7都不回。要是为师不来找你的话，你是不是8月15都不回来呀？为师会担心你的吗？是想我了吧？当然。没你整天给为师骂的话，为师很不习惯。哎，跪下来再说。哎，师傅，换个地方再跪吧。就知道你舍不得。师傅，徒儿是看你太严肃，你看他，对你翩翩起舞，暗送秋波的，你却无动于衷。你呀，就应该多喝一杯，放松一下嘛。这个是你看中的，师傅怎么能要？哼，只不过是冷菜一盘，平平无奇。我萧某不就来路不明的人，在他说清自己来历之前，不准给他饭吃。我生是死与你何干？我这条贱命，连我自己都不稀罕。想复仇，就要活下去。我叫芊芊。大声点，本公子听不见。我不想死，我要活着。逃不出空气里你的站立。这莲花虽然遮住了伤疤，可这伤痕永远刻在我心里。记住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聂无双。吃慢点儿，小心憋着。那你踩我一脚好了。我就是要你把对我的愧疚一点一滴的存起来。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去一个会令你无法忘记的地方。我们这是
在哪儿啊？这是一个只有我们2个人的地方。不会是妖法吧？大家都说你是妖女，而我又懂了妖法，我们2个是不是很配？看你走入你的背影，只要有我在，绝对不会让三哥受到任何伤害。只要我活着一日，三哥亦不会独自以身犯险。正所谓打火不离亲兄弟嘛。五弟，只要有你在，纵然是龙潭虎穴，朕也不惧。在各自视线里，伸出手想要拥抱你，并不唤醒你，但我们的故事在继续。杨直、秋子，你们便在这里等着吧。我跟云乐公主进里面选几本经书。诺。莲妃命云乐至金阁，是有什么要紧事吩咐吗？明日赴皇陵国丧时，无双恳请公主务必带一个人在身边，揭穿薛明义欺骗太后的奸计。你的孪生兄长，并不是薛回，而是一直被薛弼追杀的清远。莲妃娘娘，我在这儿。娘娘，公主。是你，我的孪生兄长是你，难怪本公主每次见到你都觉着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。莲妃娘娘，你真的未骗我吗？我没有骗你。先皇留在你襁褓里的无字信，我在老铁家无意中看到了。回宫之后，皇帝驾崩，故此事一直无暇解决。可是，那封信与那个小包袱，我已交给薛明义了。那封信是假的，只不过是一张白纸。薛明义并不是你的亲生父亲，这封信才是你亲生父亲留给你的手谕。你的本名是萧云安，你是太后的亲生骨肉。这真的是父皇的笔迹。我的母后是太后，我的爹是先皇。谢天谢地，我就知道我的胞兄不会是薛回那个傻大哥，他与我无半点相似之处。我明白了，薛明义他是想偷龙转凤。怪不得我把我的包袱给了他们之后，他们要杀我灭口。薛明义是想借着这个密诏，偷梁换柱，将大兰的江山换成他薛家的天下。如此险恶用心，简直胆大包天！我这就去告知母后。公主不要心急，如今还不是时候。既然他手里那封信是假的，太后定可以辨别真伪。那我应该怎么办？保护好清远，还有这份密诏。明日用你的方法，将清远混进送葬的队伍当中。国丧后，定会面临继位的问题。